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是汪小 K。我底下是到云林嘅熊猫村，大家看到了系空落落嘅哦。不過跳過係黑嘅，黏黏緊我啊。了白嘅禽流感大爆發，全台灣非常危嚴重，總共了下撲殺嘅有410萬隻緊我哦。今日出名台會到呢度嚟雲林，了解最嚴重疫情嘅是富鄉、潮州嘅人種，還有農委會嘅管理，還有財體體時間農民強下嚟探討，撒下嚟到台灣用嘅富鄉嘅問題。一批去到討論現場，開會了！大家聽聽講條呢度咧下出面大會開會討論嘅現場哦，樣片為大家紹介見面嚟參加嘅特別來賓，特別紹介係雲林人嘅蘭總李景雲李縣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蘭總哈，特別來賓，你紹介係農委會畜牧處的處長李春進李處長好。大家好，歡迎處長。現場你也看到你雲林財體動到向歐兒向阿伯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哦！今日出面大會呢度兩大波，昨天講這個四湖啊，可以這是禽流感這個疫情慘烈的重災區。我們就先透過一段影片來看看，在過年前，在整個這個禽流感的疫情大爆發的時候，第一線的現場是怎麼樣的狀況？你阿媽嘅係禽流感嗎？不是很深。沒有遇到，所以不知道害怕。禽流感係透過病毒引起嘅條禽類嘅流行感冒，最早嘅記錄係1878年發生喺義大利。10年前禽流感傳到台灣過後，大大細細嘅疫情就唔是停過。禽流感的確對於家禽來講是有蠻大的威脅，可其實每一年都在發生，大家會恐慌，怕說會傳給人啊。政府這到底防疫在做什麼？似乎沒有人搞得清楚。過年前禽流感嘅疫情喺台灣逼過來，同時清潔就扯到南部嘅市嘅驗屍，同時喺中華土嘅省控第一排出現嘅有高病原性嘅新型嘅 H5N2 嘅病毒。到了基來是嚴重了。有學者就認為，日本嘅禽流感嘅疫情係久嘅清久嘅。政府記者會就是體力發現嘅報告香港，2003年台灣測到禽流感嘅時節，冇將病毒清槍哩，日本測到一等級，面對地方驗屍政府冇敢冇殺。雲林縣有407場的養鵝場，那一開始爆大量的時候，在我們防疫單位、防疫所人員的話，目前只有40幾個人可以投入。那一開始的時候一下子暴增，一天要處理10幾場的一個狀態之下，我們的人力幾乎是完全不足。政府當喺3萬股對抗病毒嘅時節，還係是按風炮當中嘅消費市場嘛受到前台嘅影響，也嘅睇雲林縣市府記錄好賣鵝肉嘅調價量，無奈何嘅講生意經營正常程度。差很多哦，客人都不敢進來啊，我們就休息很多天。煮熟了就可以吃啦。點心都加了啊。禽流感正經要安定人講，大家屋養到急準備。政府一方面3萬嘅撲殺家禽，一方面又同大家講做得安心事，也個係親矛盾，也係大家本媒體合法嘅。現在禽流感已經過了嘛，哈，可以煮熟了以後吃就沒有關係啦。我們殺的這個都是好的，不是那個有得到禽流感再殺的。禽流感本身跟我們人類上的流感的部分，非常怕它會產生一交叉的一變異現象，造成更致命性的一個病毒。禽流感嘅疫情逼過來到一下已經2.2年咧，疫情係未已經控制嘅，一般嘅民眾要安樣嚟面對禽流感嘅疫情咯。看到病疫兒徒勞無功的掙扎，其實還蠻令人感覺到無言的哦。這次在爆發這次禽流感，可以說是空前的一個浩劫。我們來看它這次是怎麼樣一個爆發的狀況，非常驚人哦。其實，在去年的年底12月30號的時候，第一次從屏東鴨場傳出了異常死亡，接着很快的在1月9號，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就確診禽流感 H5N2。那很快的時間，11月11號的時候，從屏東開始發跡，這個病開始傳染，雲林、嘉義全部中。短短1個禮拜之內，西部9縣市所有的養鴨、養鵝的畜養場全部都中了確診禽流感 H5N2，
包括而且这次是事件齐发，包括各种新旧型的这种禽流感病毒，本土型、中韩混合型、全球新型还有亚型的全部都中，所以它变化莫测。那截至到今年2月27号，不过是上个月月底最新的统计哦，总共最新的这个扑杀清场已经来到了13个县市，总共849场，总扑杀的这些疫病鹅的鸭的数量总共超过了415万只。要知道，全台湾鹅的年产量不过1年550万，所以已经差不多是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只剩下差不多2成哦。李县长，其实在过年之前，大家是欢喜准备迎新春啊，但是云林在地来讲，那阵子起是几波寒流，大家都是这样子杂牌军全力总动员，包括扑杀，包括控制疫情。听说这个战况非常强烈，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四湖。现在统计起来哈，这次的损失对我们的畜养业来讲，云林县是造成多大的冲击？过去在养的鹅数差不多是占全台湾的40%，所以云林县是全台湾最大的养鹅的所在地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可以说是灾情惨重。如果用全军覆没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们从这个1月8号第一场的这个通报病例开始那么我们就成立了灾害应变小组，持续的运作，经过很多的酸甜苦辣那么到昨天3月5号为止，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但是呢，并不表示说我们对于鹅农的应该要予以的协助就表示完全没有了，绝对不是我们总数比如400多的鹅场，现在扑到就其实已经400多场超过了。截至昨天为止我们通报的场数有411场，那执行扑杀有401场。所以几乎是全军覆没，可以这么讲。所以现在看到鹅场几乎都是空荡荡一片。没有错所以说相关的这个产业所受到的冲击都是非常非常的惨重那在过年以前，其实我们扑杀的这个情形已经渐趋缓和了但是问题接着来了就是说你在过年之前，这些鹅农你怎么样让它至少能够还勉强度过一个年卖底下狗巴豆所以说这个补偿费的发放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整个产业是停顿的状况谢谢县长。那我先现场请教一下我们在地有养鹅养鸭的农户告诉我们说，在过年前整个扑杀的状况当中在地方跟中央配合的这个过程中，你们觉得这次的疫情造成你们的伤害，感觉到说有一些什么？有些可以提出来的建议，或者说在这个整个措施过程中感觉到有所不足的地方是在哪里的？可以举手发言一下吗？我们先请这位先生。我想起来好像也是鼎新跟那个8个认证炸猪油的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遵从传统的，用那个血清在做预防嘛。以前是燃养而已，不会造成这样全部的那个灭绝式的事。但是后来这2、3年有一个黑心的厂商做出一个叫鹅强壮的出来，大家都变成90%多了，连不会养的都非常。你是说你们自己的养鹅场有私底下去买这些地下的疫苗？不是我们私底下，因为它出来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也写的外观也有注册，什么都有，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是去买了疫苗给鹅种打了注射之后，就开始得到这种病吗？因为我不是买的，因为以前我都用那个血清，但是程序都不好，他们来抓鹅都说，是我偷卖掉鹅，不然就是说我不会养，所以造成我也不能生存了。那你的鹅爆发疫情的时候，是短短几天之内你就发现鹅子都不对劲？不是，我3批之后觉得不对劲，后来我后面又改成血清，后面1万多只现在都还正常，所以我才敢说是因为疫苗造成的。所以我对政府这次的那个处理方法，我是觉得非常赞同，但是后面他说要把鹅笼弄成一个密闭式的，我觉得这样实行下去，大家都要不必养鹅了。好，我们接着可以再一并讨论。先谢谢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提到这次会感染这个禽流感，可能有各种的因素。官方是说可能是受到候鸟传播的影响。不过在当地的鹅农是发现他的鹅子不正常，是在注射的奇怪的血清，或者是说来自于这些可能没有减毒完全成功，没有完全做的
很好的这个疫苗所造成，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管道来源？我们可以一并再请教来宾哦。还有这位先生，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自己养的鹅场在这次疫情之中哦，你发现到的状况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一次政府的那个政策补助政策算是一个德政啊，对啊，然后它就是让鹅农有一个可以过好年这样子，但是后面的这个配套措施要在富养的那个封闭式的形式啊，希望可以做一些微调。我想请问一下，你说这个补助哈，让你们有勇气把鹅扑杀嘛？好，至少还有无后顾之忧。一开始就是全额补助吗？一开始的话，应该是，所以你有领到补助了吗？还没有。好，先谢谢你哈。好，我再开放给其他的养鹅的鹅农，告诉我们说，这次在扑杀的状况中，你们有碰到什么问题？其实像刚才2位先生讲的，其实刚开始不是全额补助，刚开始这些鹅农都不知道有没有补助，才会把那个疫情延迟了那么久。因为打从是12月下旬就开始有大量死亡，因为大家都知道养鹅的人哦，他家有死鹅会怕人家知道的啊，都会晚上偷拿去丢到水沟啊，就是到好像到18号政府才说要全额补助才没有那个乱丢的状况。哇，那这样中间已经隔了几天，拖了几天了？拖了差不多20天有了啊。所以20天对疫情的散播，那就是很关键的时间了，才会造成这么严重啊。所以说，农民这边也有责任，政府更有责任啊。因为他常讲啊，防疫势头作战。其实哦，我是觉得哦，防疫势头作战，那个敌人都在面前了啊，政府还在跑，还在闪啊，还不会直接发射啊，那都是不对的。一开始就要马上扑杀，才不会把那个疫情延迟那么严重，让沿海地区全军覆没。这要怪谁？也不能说怪我们农民，政府也要负担一些责任。所以我说，希望说富养富建政府在这方面更要负更大的责任，不要说只是补偿，补偿是一时的，富养富建是一世的。谢谢。好，谢谢这位先生提到。是不是中央单位在第一时间没有到第一现场去了解这个实际这个禽流感这个疫情传染的状况？其实学者表示，这个病毒株的潜伏期是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不是说这13个县市一个传一个才这样扩散的，而是有可能这病毒早在这些西部的相关的县市都已经中了。那就像刚刚我们那位农民讲的，因为政府的政策它在判定病源的时候有所拖延了，导致农民多少有点观望的心态，在还没有确定确实感染这种高病源的禽流感的时候，农民有的就先抢杀冰起来。那抢杀的话就有屠宰有运送的过程，这其实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它就会让病毒扩散开来。那彭组长应该抢问一下，彭组长，其实从这样子看起来这样子烽火连城似的，每个点都蔓延开来，是不是政府在第一时间并没有针对疫情去了解，赶快确定是高病源，而赶快进行全额的补助，全场扑杀，而导致像农民大哥提到的，就这样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后续呢？我说明一下，就是1月5号下午，我们得到有人给我的讯息打电话给我说，屏东有鹅场死亡率突然死亡率很高的一个疾病，很特别。那我们马上就启动去请屏东县防治所去调查，所以3天以后采样完成，诊断结果就出来了。当然接下来就是很多县市有开始通报，因为死亡率非常的高，对，而且传播很快，是那后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散播了很多的县市。那为什么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会散播这么快？那这个是流行性感冒嘛，就是它一只鹅得到，一下子全场就会得到。那我们推估专家的这个分析的结果，跟我们鹅的生产产销体系是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可是彭组长，刚刚你说到现场死亡率非常高，可是光是现场死亡率这么高的一个条件，都没有办法让你们直接第一线就判定它是属于高病源的感染，而要进行全场扑杀吗？因为扑杀它是一个法源依据，那是人民的财产，所以它也要补偿嘛，所以一定要确诊。所以我们在确诊的速度上已经在把它从采样到检定出来，检验结果确诊在3天，是全世界最快。刚刚那个农民大哥讲20天，拖了整整20天之久，其实这个可能讯息上，这个我想我们掌握到的就是说，在5号我们得到讯息，9号刚才日期就已经确诊出来，从采样到出来结果。那后来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散播这么快？专家分析的结果跟我们产销体系有关，因为我们的鹅大部分都活鹅，然后运到屠宰场杀了以后，供应传统市场以当天杀的为主，所以活鹅南鹅北运，
北运到北部去，尤其桃园是最大宗哈。这个运输的过程，第一个运额的车，他的车在是啊，你要运输没有错，但是如果一开始你们就判定是高聘员，而全场扑杀，就在现场就地清理掉，就不会有这个运送过程。是，但是车子它在跑的过程，我们发现一场已经发病的时候，这台车已经在运送的过程，它跑了很多的不同的鹅场了。所以它跑过了，大概都会被传染。那第二个是饲料车，饲料车，因为我们现在传统的现在的养鹅方式，饲料桶都在里面，所以饲料车直接开到里面去，把饲料卸下来，那个轮子全部都是粪便，它又开到另外一场去，每一场去接走，所以同时爆发。好，非常感谢组长张处长，农业处的张处长，我请教一下哈。刚刚大家讲到这个防疫视同作战，还不要讲这次面临的空前的禽流感的这样一个灾情啊哈。那从这一次的经验里面来讲，对照10年前当时的禽流感没有现在的程度规模这么大，那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会不禁要检讨思考，这10年来难道我们都没有进步吗？在防疫的 SOP 上有这样子的准则，可是真的有落实到生活中吗？那在面对这一次的防疫措施里面，你觉得就防疫视同作战的这个箴言里面，我们到底在地方还有跟中央应该怎么样才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你有什么看法？防疫视同作战，那地方政府如同一线作战部队。那一线作战部队的时候，其实就是精英部队在作战。但是一下子面对众多的敌人的时候，前线已经吃紧的时候，其实后援的一个中央指挥系统，其实它的后援兵力就要进来。所以在地方政府来说的话，你原先的动物防疫人员，它的编制本来就比较小，所以就算在那个诊断检验的部分，其实都还是仰赖中央。所以当面对重大的一个动物疫病，就是类似这次禽流感的时候，是中央原先我当初的想法是说，就应该是组成类似于救难大队的模式。当地方一开始前线已经资源不足的时候，其实这个救难大队他就应该赶快进来支援。那现在一开始我们的运作模式就是中央希望地方自己来解决，就是自己在找人力，然后再去训练。所以你们的救难大队是来自于你们自己。是，所以当你一线的这些操作人员在执行扑杀任务的时候，你一方面还要召集人员，然后再训练他去做，然后后勤的这些资源通常进来，其实这是拖累了整个一个作战的能量。所以未来的话，如果说中央能够成立类似于整合性的一个防疫团队，当其他县市有发生这样的疫情的时候，他就赶快整合出来，然后赶快去支援，其实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疫情扑灭下来。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希望说有类似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中央可以提前，就是类似所谓超前部署，不仅针对禽流感，甚至未来针对口蹄或其他重大动物疫病的时候，有这样的运作模式。是，谢谢。地方有心，地方积极，县政府直接想要来从地方动员人力，把这疫情在第一现场就控制下来。不过，这种专业的调度资源的分配，事实上是需要中央跟地方能够同心协力，才真的更能够积极的发挥它的高效能哦。那我请教在场的这些养鹅农跟养鸭户哈，也可以在听到这些回应之后，面临这一次那么惨烈的这样一个疫情战役哦，你们在整个打仗的过程中，觉得得到的协助有不足之处吗？那在这整个过程之中，又有什么话还要借着这个今天的场合来表达出来的？请把手举起来。因为恁当时是叫阮迄个鹅屎吼，鹅肥哦，就台了。但是我迄场是找要到6分外，即个当时要建设是拢铺床啊，才扫人嘛讲。所以恁为难阮，就是讲叫阮拄规堆，就迄泼落灌水。啊，即摆阮甲扛起来，已经到即摆要扶扫要1个月，恁即摆也袂当甲阮验讲，叫阮着去，会当互阮车走。这条恁考虑吧。所以你这鹅大便堆在那边没有处理，也不是办法。是啊。好，这个问题待会我们就来请教相关人员。谢谢你这个阿伯哈，乡长，我们四湖啊，是这个疫情的惨烈区啊。我甲举一个例子啦你中央地方上欠缺的，这个在防护衣啦，你像讲，对物资，你像讲，阮要入去扑杀，啊，你要入去扑杀，就是要全副武装嘛，爱防疫啊做好嘛，你甲单这防护衣甲中央讨，中央才无几领互你呢，
阮伫现场，像我嘛有参加，馆长嘛是有参加这个入去场内扑杀的动作啊。对啊，那你进到育儿场去扑杀的时候，你有穿防护衣吗？有啊，但是在外不是，但是在外刚开始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大家都在讲，哎呀，你遐有几领，无你几领好我。我家己都无够通穿咯。大家得抢那个防护衣才有办法进去的。对啊，咱馆长嘛有向中央讨出来物资，但是中央伊都讨1000领，才有100领，对无？所以讲物资严重无够。人力嘛无够，拢是靠阮地方政府家己来组织起来。好，先谢谢乡长。这样听下来，其实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感觉上是手足无措的哈。虽然后来慢慢进度有跟上来，可是我们不能够检讨，让这个第一时间的控制，因为它在整个这个疫情的爆发第一时间是最重要的。这个能够先侦测，创造这有效的防疫条件，这个难道不能够检讨吗？好，我们再开放，还有没有乡亲可以再把我们意见讲出来？这位穿绿色外套小姐，我想要拜托中央，就是这部分，就是如果将来有疫情发生，我们国军这边的协助，我们当然非常的感谢。可是，一开始他们是做消毒的协助，消毒人力的协助，跟我们扑杀的人力不足上会有一个落差，因为毕竟我们国军人数比较多嘛。那后来当然因为人力实在不足了，我们国军这边有开始支援搬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就是中央这边哈，如果说将来有类似疫情发生，像我们云林县的焚化炉会比较缺乏，数量那么庞大的情况下，有很多我觉得是因为扑杀后东西没有办法马上做第一线的处理，那你东西在那边它就是一个污染物。那我们云林县在这个部分有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县长这边也一直去跟嘉义县那边去做协调，跟台塑这边做协调，后来有资源上了，可是，在搬运的这个过程中，这中间有的时候就还是有你中间有落差的情况下，你东西就是污染物在现场。在这几点，我拜托，就是可能将来如果有发生这个部分，明白了，你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谢谢你，彭组长。其实哈，这个禽流感在过去我们叫鸡瘟呐，它就像人类界的流行感冒一样了哈，可能是每年一型啊。只是现在争议最大的点就是说，这个基因啊，它可能会突变，这才对人造成最未知的威胁。那如同刚刚那位小姐讲到，如果说它是每年都不可避免会发生的风险，那我们政府在这个一开始源头管控上，这么最重要的关键，建立它机制，在这一次有没有学到教训？这边说明一下，其实在过去我们在疾病防疫上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除了在中央，但地方政府都有各县市有防疫防治所。那对禽流感部分，过去10多年，从92年开始呢，那个发生以后，其实我们还从在那个更早之前就有监测机制，每年政府花了很多的经费跟人力哈，投资在这个所谓的疫病监测部分，就是希望说把可能有的疾病都找出来。那禽流感部分过去每年都有发现，有监测到，那也执行扑杀动作。那这一次呢是完全是新型的，不是原来就有的，跟过去不同的。所以从它的基因序列里，专家也推测是可能是候鸟一带进来，只要国内有一只鹅发病以后，它马上就第二次的传播就不过不管是什么病症，我们的防疫措施应该是一套的啊。是没错，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发生以后。就是照着这一套在执行所谓扑杀跟防疫，所有的措施就是原来就已经有在位。那我们在源头的处理上时间有落差吗？其实这一次的刚才县长有提到，我们的诊断的时间是已经超越全世界，我们是全世界最快的，因为一般至少要4、5天，最快的要1个礼拜以上。好，每个其他先进国家，那我们这一次呢，把它提早到，就是收到病材第2天，那结果就出来，然后我们就扑杀了。那就是等于配合这高死亡就扑杀了。那另外最后一个，您提到说，那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有学到什么教训也好，或者学到经验吗？其实我们过去在养殖产业，就是家禽家畜一样，尤其家禽产业，我们过去一直防疫单位就是说，所谓要生物安全措施，农民应该怎么来做？那过去因为鹅跟鸭，以前我提过，过去鹅跟鸭是不会有病的，所以一般大家比较忽略了这一块。那这一次真的很严重以后，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鹅跟鸭也会生病，也会死掉，所以我们以前要开始有些预防心理要做的
平常都要落实。借着这个组长的话头，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次疫情不幸的发生了，但是现在接下来最重要的复养工作，它的整个清理善后，还有在面对这些变化末端的这些奇怪的病毒株哦，它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成长，我们又要怎么样设想好最完全的方案来应对哦？包括刚刚我们的农民大哥讲的，现在的这些鸡粪压死怎么处理？现在的环境怎么把它恢复原状？接下来的产业富裕怎么样把它线接上来，都是要在更关注的问题哦。你先协管下，杨碧国转到全民台富讨论现场。转到村民台会该讨论现场，你讲到都了解，今日刚开始请表到安理会哦。其实大概全台湾大概900多的养鹅场，这个养鹅养鸭的这个畜养场里面哦，这次扑杀清掉就400多，将近800多场，已经超过90%。那扑杀的鹅只，全台湾算起来也有超过400多万哦。其实现在虽然说家禽类的市场还维持平盘，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在这大量已经都扑杀掉的病疫鹅鸭之后，可能到年中最快，可能市场就会出现缺口哦，那这还只是消费端的问题。回归回来，大家最担心、最在意的，还是在这个禽流感之后，怎么样这个产业能够接上之前的线继续跑，能够运作得更顺利，然后在这次的防疫之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教训，建制它完整的 SOP 体系，可以让我们人类在面对这样子无可预测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筹码。所以，你现在透过样片来看，大家了解研究该管理，很美度终结这一次在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心思。禽流感的疫情已经爆发了26年嘞。对防检局最新的资料来看，单枪云林研究396场车位度，扑杀了100%以上的家禽。云林县如果就鹅的部分的话，目前感染的鹅场大概84%左右，数量大概有90%以上的鹅的话，都已经被感染或者是被扑杀完。整个产业就云林来说，可能会有超过10亿元以上的损失。一摆疫情嘅阿伯鹅嘅农业车位度，唔过睇疫情当中还有少数嘅养殖户3個月。因先生喺云林县从睇疫情是負向嘅有幾喏，無卡就像係動物園有養嘅有雞有鵝嘅，環境係開放嘅，馬本今年親自有。都沒有給他吃一些飼料嘛，我都給他吃天然的東西嘛。陳先生種嘅嘛係有機嘅青菜，有嘅200人扎嘅嘅阿伯鵝嘅，佢很清傻批嘅同人哋分享嘅一個故事。去鵝場買20隻回來，然後買回來1星期，他那邊就全部都中標了，不給他吃藥，不給他打針啦。雞的部分我是分4批來養，太密集的話，它比較容易感染一些病。種做嘅林先生當初嘅學嘅係因為臨時幫錯嘅，唔過也係學嘅收入殺個個嘅種做嘅，冇佢係咩會驚禽流感，結果冇睇驚。都是讓它自然淘汰，作物跟生物跟人，其實他們都是一樣。假如你本體本質好的話，會去染病的機會會很少。對當我哋來看，學小是天然，唔做沙唔使藥嘅，係咩結果唔會扯到偏痛咯。總結從嘅王先生殺氣唔認同。甲飼料來講完全無關係，環境較重要。你盡量愛做防疫預防，你要做到。盡量要消毒，你重要消毒，保持活場來較清氣咧。一擺禽流感嘅病毒變化千態，對血雞從開始最後傷害最大係向鵝嘅，無論大細養殖場都有車到，本人唔定要用嘅防災好。那今年特別發生在鴨跟鵝，我們似乎沒有聽到比較本土性、比較野性的土斑鴨。紅面土斑鴨的大批的死亡，而是一直看到白羅曼這種鵝外來種的鵝的死亡，所以我們不禁懷疑外來種的鵝是不是可以適應台灣的環境。其實古嘢來講，環境管理係防疫最好嘅方式，唔過也可以為大家共下來做，爭做啲真正達到防疫嘅效果。你从因为熊的话，我们假设是人，如果我们在空旷的环境中运动，有适量的休息、充足的日照，是不是我们的免疫抵抗力也会增高？那相对反映在家禽类哦，因为其实台湾的现在畜产业一年的这个
鸡的产量要3亿只，那呢鹅鸭都要550万，所以面对这么大的量，饲养户在追求这个量上面，就变成是密集的饲养。那在这个饲养的源头管理，是不是也可以借着这一次禽流感，我们得到一个反思跟检讨的空间？在管理上，是不是如果能够强化本身家禽类的免疫力，就可以比较有条件去对抗这样一个天灾？那刚刚跳过，在影片里面我们采访到，在这一次禽流感来势汹汹之中哦，竟然可以躲过这一次的禽流感风暴。我们总结起来，它有几个这样的因素可以看到哦，包括吃天然不打抗生素，强化禽的免疫力，还有让鹅吃酵素哦。看来避免近亲繁殖，在品种上就做一个源头的控管，分批分散逐月饲养，都还是讲到养殖的一种模式，降低它的饲养密度，给它充裕的空间，这可能很重要。当然，维持环境的清洁跟科学管理。不过我们讲到比较粗放的、比较自然的管理，常常就会面到一个冲击，就是限制它的产量哦。可是我们在市场的需求端需要量的时候，到底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取得这样平衡点？我先开放现场，其实在地都是相当专业养畜业很有这个时间经验的人哈，来告诉我们，事实上在这次禽流感疫情里面，你觉得在源头的管理饲养环境上，是不是在做更多的加强跟改变？我看到那位先生哈，你好。我觉得啦，就是说、那个大面积饲养跟饲养的方式，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但问题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它其实是玩票性质，它就是说在市场上面其实是。比较小众的啦，不是那么主流。对，那想请问你，像你养鸡，就是给它足够的空间，比如在就是树林养殖的方式吗？是，对。然后就是说让它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至于就是说吃的方面，就是吃比较天然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有机农，然后有机农。就是生产出来的那个蔬菜，其实都是多余的，就都给他们吃这样子。是，所以回归自然、司法自然、比较天然的养殖方式，可能是可以避开这次灾难。我先谢谢你分享。现场我请问有没有养鹅，然后在这次禽流感里面是避开风险的？我先请教这位先生好不好？我会再开放其他机会。这次养鹅至于没有受到灾害，主要应该也是。没有运输的车辆，没有饲料车在我们那边经过了。之前有看电视说是候鸟的问题，可是因为我们是以自然生态为主嘛，所以我那边候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有死亡的状态了，所以。总归应该就是在运输的过程的问题比较大。你觉得这就是好的运气哈？旁边没有运输路线哈，谢谢你。我请教一下这位吴先生，吴先生，你的养鹅场算大规模，是专业化，所谓高科技的养殖哦。不过这一次好像还是中标，而且你扑杀掉几只？我扑杀5万多只。其实刚才2位先生讲的、他们那个可能是以护卫我们养很多是以主业，那个不一样，不能这样讲。是，那我请教一下，如果养一只，我想我也不会中啊。现在禽流感已经疫情稍微缓和下来，开始面对这个空窗产业的空窗，现在地方业界都急着期待，赶快可以复育，赶快可以复养，让产业线可以接下来。现在中农委会这边的规定复养要在这个定义厂区消毒整整21天之后，要先放出20只的哨兵鹅鸭，就是那哨兵卫队，先去测风向，看看有没有得到问题，再放出哨兵鹅鸭21天确诊无问题之后，才可以慢慢谈到复养。而复养的门槛呢，就是要从半露天这种水池啊，然后在外面接触开放环境的这种状况，移到室内改成封闭式的饲养，这是2大条件。不过我现在想请问在地的业者这些农民们，现在针对政府提出来这样一个可以复养的条件，现在其实。距离上个月前1个月已经有1-2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大家鹅都是清闭间野，都已经都清空了。那接下来等着复养，你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呼声要提出来的？先开放。这一次好像的复养计划里面就要把它赶到里面去，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可能要去思考一下。鸡、鸭、鹅它的饲养方式绝对不一样的，你们要去好好去检讨一下，不是说鸡可以这样养，我们鸭也要这样养，鹅也要这样养。你讲阮鸭拢是水底，你鸡鸭南关落水底，教阮受看卖的，你个需要了，所以鸡鸭鹅一定要分开讲，不能混为一谈。刚才我们这个是未来复养的一些。动作，但是我现在检讨之前，刚才
彭处长有谈到一个停载2天半跟4天的问题。那你说刚才说是业者可以接受，实际上你没有听到声音，产地这边也在交，海场遐没给您交，是您没听到呢，不是这个能接受。我感觉太过于粗糙。如果是要这样，要停载的时候，应当是先有一个时间给我们一个准备。我这场一只我无钓，边上钓了，我点在你给他停4天，我惊死啊！对吧？反而变紧张。还有多长？迄阵多长还要过来钓鱼啊？有可能10台、15台鱼啊！你给他停4天，我就给死几台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损失惨重啊，应当是好好。所以这细节其实还有很多检讨的地方。好，先谢谢我后续还在请教你。我先把这个时间的问题焦点请我们的处长哈。这次富养的这个产业。接着下面的新希望就看这一站了啦哈，像一个很大的关键，针对农民现在提到现在的富养门槛就是要移到室内，这方面的一些详细的配套或者是你们的主张，能不能再明确的说明一下？针对乡亲的回应，基本上禽流感你把它简单的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候鸟跟环境，基本上一定是9月到冬天的时候，候鸟来的时候，这个是它的启动，接着下来的是车辆跟人，因为你没有精心去注意它，所以你就变成传播，这个是第二。往来移动就会动到了。对。然后第三呢，我想各位先进刚才所提的饲养管理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是改善或阻断这个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把它整理成这样的一个3个。所以在这次富养的门槛就是一定要移到室内养殖。没有，我再来讲。是。接着下来呢。所以这一次在富养里面，畜牧处这边呢，很强调一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技术服务团。事实上，技术服务团与其说是技术，更重要的是理念，让农民知道，以前尤其是水禽，就是逐水而养的那种自然的方式的话，以这一次这样的一个重击的话，可能大家要思考，要转变观念了，可能要开始调整，因为冬天每年都会到。候鸟每年都会到，那大家是每年就是要抓的蛋，还是大家要有个作为，至少让它减少的是说，我有一些预防措施的话，即使是中标，机会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想这个也就是在我们在富养步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技术服务团，就是要跟大家提到。你的硬体、软体怎么？那从你的逻辑来讲，就是认为说，其实鸭禽这些就是要移到室内才可以隔绝外面的污染，是认为这次病源来自于候鸟的影响。那事实上，我们看到所谓这次高科技的蓄养，关在室内的也一样重，这也是阻绝外界，所以这其实好像不能解释这个现象。没有，在整个饲养上，我们不是说室内，我们是讲的是非开放式。所谓的非开放式就是你原先的开放，就是，外面的禽鸟都会跟你的家禽会混在一起。那希望呢，能够隔离，不让外面的禽鸟来跟你的家禽混在一起。可是好多的案例都是户外的，也许也跟禽鸟互动，因为禽鸟它又不是人，它只会随时移动的，它们就幸免于难啊。所以这个事情能够完全归咎于是候鸟所带来的影响吗？没有，我再提到一个，就是非开放式的第2个，就是要有一些遮蔽物，不要让空中的鸟的那个排遗进入到你的饲养场所，这个就是唯一你能够阻断外面病源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我刚才提到饲养管理上，你或许没办法把它全部阻断，但是你可以改善。甚至逐步做到阻断，逐步做到阻断。那我处长请教一下，目前现在在我们云林县，可能6成7成以上都是半开放式的。那在现有的这样的基础跟现实条件上，怎么样立刻他们又急着要富养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可能都像你讲的是非开放式，要怎么样去过渡那样一个转换期呢？这个在非开放式里面，在畜牧法里面，就是我们会把禽舍的一个设施里面，会加上非开放式，也就是让农民能够纳入这个。那这个是跟动物传染病条例，也就是跟这一次很重要的，事实上是挂在一起，不能说法律上说叫你非开放式，结果我自己牧场登记里面没有把这一条纳进去，所以这个就是里面。但是我还是强调，并不是你做好这个就没事，因为你后面还有很多步骤要做。不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也请的学校老师分析的时候，结果发现
事实上带的病人搞不好就是主人啊，然后你开的车，因为你是主人嘛，你开的车，你的工人管理人不敢说，头家你下来一下，你的人要消毒，然后你的车要消毒，不敢。结果反而是就这样就把病人带进去。张处长，其实现在刚刚农委会这边提到的，听起来逻辑上是要避免这个病毒直接过度传染到给家禽，那给他们安全式、有条件限制式的居住饲养好像很重要。可是就我们云林在地的现实状况，这是我们可以符合得上，然后我们的产业界也可以马上就进行复养这样的动作吗？就防疫的观点来说，我想我也认同说，防检局这边在做整个一个往室内去做培养饲养的情形的一个利益是非常良善的。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刚刚我们的吴祥斌吴大哥也讲到说，至少如果说要让他们改装的话，快则半年。是啊。那这段期间，我们这些鹅笼或者我们的养禽户怎么办？那我没有鹅可以养，我也没有任何生财工具。这段时间可能牵扯到的一个相关产业的人员，可能动辄上千人以上。这些人这段时间怎么办？那中央在立这些政策的时候，不能讲说我就是这样定了，你们就要这样做。那接下来大家怎么办？总该有一个，那我如果不做的人，总该有一个以前在口地发生有一个离笼或者离牧的一个情形，让他们领到，就算我失业，我要让这些人没有工作的话，也让他领一些救济金，让他们可以另外去转业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定的时候，第一个我希望说要一个缓冲期，那一段时间以后让他们可以去转业，或者是第二个的话，叫让他们就不做的时候，也可以去去找其他的工作。我想这是整个政策要制定的时候要审慎思考的。谢谢处长。好，我们先请潘主总。我先讲一下为什么那个现在开放式的饲养在防疫上是全世界的专家都公认是风险最高的。不是动物福利啦。动物福利是最好，但是是风险最高。这么矛盾。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说候鸟怎么会传染得这么快？其实只要有一只候鸟可能有几十万只飞过来，其中如果有一只有病，它的大便掉下来，或是在那个场里面下去，结果我们有一只鹅刚好不幸感染到了发病，就这只鹅就马上全场就传染，整个涟漪效应就出去了。那这个全场它就很快一场一下全国都中。还另外一个，如果你这一场也没有传染出去，你看有多少鸟在你们场里面？那晚上那个哑瓜那个夜鹭暗光叫都在那边吃东西。那我们也在暗光叫也有验到那个禽流感，白头翁都有验到，这次都有过来。组长，您是传过去，所以。我从防疫上来讲，我要强调是这个啦。好，你这是专业发言啦。可是在地的乡亲也提到，其实候鸟是外部的，事实上原因有2种，有外部有内部。内部的管理如果不良善不健全，还是会得病啊。那这个管理内部就真的一定要强化到室内吗？室内只防止户外外部的。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局长讲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管鸟，我们只好把自己管好，所以把自己围起来。围起来，刚才处长讲到。你厝起个足水会感冒不？会啊，因为你在外面有感冒人跑到你家里去，或者你自己跑到外面去得到感冒，跑到你家里去，你家里还是得感冒。是。但是如果说你把外面围起来，外面的风险都就先阻绝以后，你再把管理做好。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提到，要富养的人要来上课，就是希望把这个。正确的讯息给大家，你来上课。那组长，我请教你2个明确问题。第一个，现在到底清场清干净了没？可以开始养哨兵鹅鸭了吗？现在依据我们程序就清干净以后，而且你周边场1公里内还有没有其他的场还没有清干净？因为现在光是你那个鸟飞来飞去那个传播还有所有的移动，这个你如果放哨兵家禽去，我们认为说这个病毒都还可能可以哦。对，所以你要整个规片都清气流流啊，哨兵机下去才有可能会成功。我们现在还不行。现在是风险还太高的，是风险还太高。先谢谢县长，我请教一下，其实富养的程序是很紧张也很重要哈。至少从短中长期来看哈，从长期来看呢，这边农委会这边提到说，一定是往室内去养了啦哈。那再来源头管理上可以做一些强化。那现在目前面对产业的这段空窗，虽然农委会含蓄的表示已经有高额补偿了，这个成本应该可以吸纳的够了哈。但是从您县长的角度来看，地方的产业哈，他们现在这些农户们面对接下来这个富养程序长路漫漫，不知何时，现在都还没清干净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从县政府的角度，这个短期或中长期的这个包括除蛾的储备也好咯，现场的协助清理也好咯，是不是也可以更进一步的作为，可以呼应中央的？这个政策要实施啦，要实施第一就是讲，你需要
更长的时间。哦，为什么讲改木一个呢？你就感觉啊，真准备期不够啊，你还要再去盖这个所谓的养鹅空间嘛，鹅条啦、条啦，你刚才要起这物件，我请教专家了哈。3000只鹅的这个饲养的规模，刚才要起迄鸭条哈，都要开500-600万啦。500-600万是要对倒来？资金的压力、时间的压力，难怪我们的鹅农真的是会受不了的对了。所以讲政府你要根本就在改变这个产业的结构，你一定要对这些原来的业者，因有一个辅导就对了哈。这个辅导当然第一点的我一世人咧饲过，你叫我个专业我都无才调咧，我嘛是爱个饲落咧。那这样子怎么办呢？在资金的协助的部分，你是不是应该要补助？那么补助不足的部分，贷款是不是低利贷款等等，要让他们取得资金是比较方便的。对，步骤要有。第二项要有一个缓冲期啦，无你安尼都根本都无头路通做咧，所以这个办法要实施一个整个结构性的改变，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缓冲期。这第二点，第三点真重要你搁给我补助，我嘛无这样饲啦。我都不爱就假这，我就退出这个市场。我要退出这个市场。那梨木的这个补助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这个不是没有例子，以前就有过例子啊，口蹄疫的时候就有过例子啊，所以要有这些相关的配套，让我们的鹅农他有比较多的选择的可能性，而且对他的冲击伤害不会再造成更大。这是政府应该做的物件。非常感谢县长，我们请处长来做县长的这个问题的回应。那刚刚像县长讲，在这个准备期，在这个低利贷款上，我们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有关准备期的部分呢，我想在政府部分是有提到，也有考虑到这个。我想这个也谢谢李县长的一个告知是有关补助贷款。事实上，在会里面的一个贷款部分呢，我们农经局也为了这一次。他把过去有一些重大灾害跟像莫拉克的一些事情呢案例来排，到目前为止，就是只有比过去好，没有比过去差。所以就第一个例子，旧贷跟新贷你都有1年的免息，还有刚才提到的生活补助，一个人一户可以30万。那当然有人说这个我家是用劳保，我不是用，因为它基本上是你要农保的时候你就可以采纳。还有一个你在购新的设备或者是什么，你也可以到2000万，甚至有比较高的也有3000万。那这个都是一个政府上，因为本来利息是1.5，那现在就是旧贷让你再延，那1.5全部都免掉，新的贷款你也有1年是免利息，也是1.5。所以你觉得我们这边的配套措施其实还蛮充分的，提供给一些农民。我想我在这里能提供的，会比我们农经局提供的更多，因为它也有那个，你只要是农企业的话，他会个案来跟你讨论，大概是这样。谢谢李处长。针对这样的富养的程序，到底一线农民的心声是怎么样呢？因为现在看一段样片，国内汇丰现充，然后大家已经讲出来。经过的太菩萨过后，有请多位家禽的养殖场拢同黄先生的向我从供养空落落的。77年饲到今嘛，已经嘛差不多28年啊。所以讲我场的拢保持6-7万只啊，加卫生场的时阵可能才20万只。你看即马场的拢无鹅啊。面对空落落的向我场，黄先生讲木子章做得留到心肝肚，不过其还是希望做得关键照顾效果，因为生活还是爱过。富养看要安怎把这个产业都要升级啊，对这个产业唔够有帮助。你若讲到村顶啊安尼饲价密度很高，迄嘛是无效啊，嘛是每年冬天都会到啊，禽流感嘛是会来啊，我是感觉讲政府较赶紧拟一个制度，看要安怎用。这还实在啊！目前我们大多数的养鹅场都是半露天方式或露天方式在饲养，那要改成是非露天方式饲养的方式，所以就是等于是非开放式饲养方式。对政府所讲的管理不对了，休的方式，总发休给厂的有些商xã亲唔认同。他们必须要面对适合大众商用的肉品的品种是什么？我们也算是密集的饲养，但我们的种类上是比较偏本土性的红鱼土鸡。当然，这一次的死亡里面也有红鱼土鸡，也很多场是中标的。我们除了检讨种源，还要去检讨饲养环境健不健康的问题。
而不是政府一昧的强调说病毒来自于候鸟，而要把现在所有的家禽饲养，连鸭鹅的饲养都要关在室内。马耀勇之夫認為，關係幅度嘅來源對防疫嘅角度嚟講係淺厚嘅，唔過成本太高，唔免迷戀農民當做嘅負擔嘅。全室內吼，我跟你講，外口對，內底一定嘛對。啊，唔過咱若以比例來講吼，你講內底要感染到外口嘅機會是較少啊，係一定是外口先對才對內底啊。中國無論係關係幅度，也係標題攞保育，無論係品種嘅好壞，未來富養嘅條件係乜嘅，大家還係等等政府最後嘅決策。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谈谈富养的这个中长期的可能性啊哈。第一个呢，我们是不是考虑到说它的饲养模式，像我们县长、像我们处长讲的，有一些革新改变，借着这样子一次不幸的机会哈。第二个呢，是不是可以从品种上，本土种跟外来种到底哪一个适合适应在地的环境，可以让鸡只、鹅只更健康强壮。第三个，我们可以来谈谈到底这个疫苗哦，它的可能性、研发的可能性，是不是能够全面来防毒？我们就这3部分再来进一步讨论。现在先开放给现场，有没有什么意见的啊？我们先请这位先生，再请这位小姐哈。那个刚才讲的哈，那个我本来如果是这次扑杀连鱼也扑杀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鱼也会得禽流感呢。所以你的问题是？不是，我本来养鱼是主位啊，养鸭是副位啊，因为我饲鸭要来吼，捡鸭屎，互鱼仔食，还是饲蛤蟆分药啊？对啊，连鱼有什么关系？该扑杀的不扑杀，分叫放假敢唔去扑杀？哦，底下白敢唔扑杀，水中的鱼那也是不对的啊！哈，我也不知道哪个法则哈，说一定要把水禽在室内饲养，有法则吗？政府有法则说那个水禽要在室内饲养吗？可是从防疫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安全、风险低的。对，要有法则啊！哦，这样哦。我为什么不能在室外饲养？可以。可是室外又在种的禽流感，倒霉的还是我们农民啊。是没有错啊。哦，还有一点，我们的要室内饲养，我们的示范场在哪里？要让我们看啊，要让我们知道要怎样啊，对不对？最基本的啊。好，谢谢你，这位先生。我们那个小姐。我们农民现在有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上面的中央机关他有善意，他要让我们贷款，他也请农经局那边帮忙。但是我们鹅农去申请的时候遇到的状况是什么？怎么样？你有没有富养证明？你没有富养证明，我怎么知道你有还款能力？先有房舍才能富养啊。就是矛盾点出现了，所以程序让你们错乱。你没有让我富养，农经局那边的贷款贷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富养，我怎么贷给你？是。可是我没有贷款来，我怎么建设？我怎么富养？所以你是不是要一步一步的？我讲真的，站在协会的立场，我这边我今天来开会，主要有两个点。第一个，我们希望政府那边给我们一个示范场，好，怎么样可以最低成本的示范场，让我们鹅农看，就是程序赶快明确下来。程序是不是可以清毒消毒检核完毕之后，我们上完我们的教育训练，我们可不可以哨兵鹅先进来？好，你的问题我们听到了，先谢谢这位小姐。还有刚刚举手要发言的，我们先开放给还没有讲过那个绑辫子的黑外套女生。是，你好，我是孵化业者，我有10个迄个客户，5个那个温控水帘，5个，我有5个室外场，5个对5个，5个，结果我室内场中标的比例是5比4中标，还比外面的多，一场无丢尔。我的室外场有5场，我一场丢，4场无丢，我这拢有数据的。所以你要逼阮讲，阮的鹅农爱来做室内场，有较含啦。在场我你无你就来随做问卷调查，同意做拢总室内场的就举手，无啦嘛，无半个嘛。好，我们接下去来做这样的一个简单民调，赞成哈，就是觉得将来饲养的方向是在户外好还是室内好？认为现在农委会提出室内饲养的可以做到的举手。那如果还是养水禽、鸭鹅，还是维持过去的饲养方式在户外的举手。好，谢谢大家。显然第一线的养殖的模式，就算真的要转换，显然是有这个准备期。跟这个准备期够成熟吗？这个绝对是要再来思考。是不是刚刚还有发言没有举到的？我们先可以开放还没有讲过的哈。谢谢这位穿红色上衣的。因为即摆目前大家拢是急于说要富养这个问题啦吼。咱拄仔嘛拢讲要注重迄个咱的防疫啦。咱即摆要注重防疫，就是讲咱即摆开始若要富养，就是要用鸡啊，互咱做 test 来饲嘛吼。我们以后我们是要养鹅跟养鸭的迄个
持续性啊。鸡甲阮是无同性质，我们又不去养鸡。你这样子是不是讲，互阮变做讲以后对于阮要去搁去饲家的无目标嘛，无迄个防疫上的那个好的作用。你说就算要示范，也是应该同类的来示范。对啊，来做 test 毋才对。啊，你这样用鸡就无适合，甲阮就是顶讲是伤口上撒也无帮助啦。好，你的意见待会一并请教，先谢谢你哈。我先请教安内胖祝总，第一个问题，其实现在外界，尤其是第一线的养殖户、养鸭户、养鹅户，针对于这个禽流感的这个感染来源，这还是众说纷纭哈。包括我们在影片看到，其实这种外界的声音，农委会要怎么样再次的正式面对跟沟通，可能不是因为你们强制要求就是室内养鹅就能够平复他们不同的旗舰，这方面怎么样再沟通？这个问题先请教你。那个室内的房子哈，起甲足水别种啦，本身垃圾味就高，唔爱咧洗身躯啦，迄内底种着，而且里面一种特别严重。设施很好的，他自己没有弄干净，一传进去，里面是一下子全部中，很严重的。先谢谢组长。其实农委会这边的意见还是非常的一致哈，他们就是认为这个室内养殖。好，就讲到室内养殖，我问题请教我们的李处长，刚刚相信讲的有没有示范场做一个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怎么做？那再来呢，这个程序真的听起来很不合理呀、你叫我要先有房舍，你才让我养哨兵鸭鹅，我去贷款，你说你没有养哨兵鸭鹅，我不让你贷款，那你到底叫他们怎么做？那刚才我也打电话回去农经局，农经局说会考虑。哦，所以针对这次特殊案例，应该做一些调整。对，不是因为这个确确实实业界的反应，这个是对的。鸡跟蛋，蛋跟鸡，你现在要我复阳，要有好的设备，结果我没有那一张用。所以你刚刚说农经会他进一步详细的，他会考虑，会考虑这个作业上一定会有。那我想，假如业界有更具体的意见，我想会让他们更快就符合你们的需要，我想这个是。然后至于所谓的示范，其实现在国内已经有，因为最简单的是怎样的？有一些的室内经营，你事实上大家已经知道，不需要一大片的水池，所以现在你只要在外面搭个，就是外面有一个网，然后上面是有一个烂板，透明的烂板，然后里面挖个大概1公尺到2公尺宽的一个水，类似水，让水禽能够沾它的羽毛，因为这个是它的天性嘛。是。至少刚才张处长所讲的，要有它的一点活力嘛，有活力它才会长得好。那这个事实上是有，就是你现在就对。那当然你也有比较好的，那这个是会有不同的样态。那会里面这边呢，会快速包括复养，包括重建。还有包括笼袋的，我们会很快会把这个先导的资料会做出来，以后会给大家。好，再开放，还有没有针对富养任何的问题的，请举手啊！我们先请乡长。我建议一下啊，像大家咧讲爱室内封闭式的嘛封闭式的要贷款要创啊，恁奈无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思考。好，哪一个另外方式？另外我出去，恁中央公园就毋捌来阮地方看嘛，足侪低调、矮调、悬顶拢有做太阳能嘛。有做太阳能的，恁是毋是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讲咱即嘛呼应讲，馆长讲要种电较环保，是毋是你经济部你看鼓励在太阳能的厂商，你要安怎甲减免，要安怎甲鼓励，互伊来投资，阮在永续好帮阮起即个调起来，伊起起来了后，厝顶互恁做太阳能嘛。但是要安怎？互伊有意愿来甲阮永续国起一条适来互阮用。你经济部看要安怎甲太阳能的业者甲伊减免，互伊有迄希望要来甲阮起多元配套啦伊起起来关顶伊就会当种电嘛。好，谢谢乡长你的提议。好，再开放最后面一波。好，这位先生，副议长哈。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件，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像县长讲的。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检讨的空间，所以刚才有官员，我觉得他这样讲，我不太能接受。我们不能去说什么，我们目前是全世界第一。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如果我们每一个阶段、每个立场那种干嘛让起丢那我们就没有改进的一个空间。唯有就是说，我们还有改变空间。我们是最主要是希望是说，我们希望是今天不是在究责，谁的责任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更重要是我们如何去改善，希望未来。改错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不知道哪个有讲过的，其实物种都是一样的，禽流感、
你说再怎么防疫，禽流感一定会再来的。是，所以重点不是说如何禽流感不再来，不是，是禽流感发生，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更重要。谢谢。那我们再接着请处长了哈。其实在地的农民业者都提到了各种在富养的程序上哈，但很多的问题都要急等着解决。做你最后的回应。禽流感或许有农户说没有关系，我维持原来的饲养经营心态，因为这个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知道，一旦中标了以后，不是你损失，事实上周遭的所有的你的相关的业者都很有可能会这样受影响。